唔該晒 Grace， 各位評判、老師、參賽同學、來賓，大家好，歡迎嚟到 Campus 全港學界 AI 辯論邀請賽嘅比賽現場。我係今日比賽嘅主席 Nicholas， 今日將會進行嘅賽事係中學組初賽，而今日辯題係本港零售業引入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更有利於整體經濟的發展與轉型與發展。頭先主持 Grace 介紹咗今日對賽雙方隊同埋3位評判，仲有一次多嘅新聞評判喺北之中抽空出席為今日嘅比賽評分。相信你哋嘅專業意見一定會幫到雙方辯員繼續進步。喺比賽正式開始之前，等我先宣讀一下比賽嘅規則。整個比賽嘅流程依次係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自由辯論環節，最後係結辯。發言先由正方主辯開始，投到反方主辯，如此類推。結辯環節則先由反方總結，最後由正方作結。發言時間方面，主辯同結辯各有4分鐘嘅時間，第一副辯同埋第二副辯各有3分鐘嘅時間。而喺自由辯論環節方面，正反雙方各有累計3分鐘嘅時間。請各位辯員留意，每律發言前請先向主席示意，聽到鐘聲1下之後，先可以開始發言。發言時間完結前會有2下鐘聲提示。呢個係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只會有1下鐘聲提示。而發言時間完結前會有2下鐘聲提示。另外喺主辯、副辯同埋結辯環節，如果超時15秒，計時會再響3下鐘聲。超時嘅辯員將會喺每張分子被扣除2分，不足秒1當5秒計算。而喺自由辯論環節方面，則不設15秒緩衝發言時間，即係當累計時間用完2下鐘聲響起時，辯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屆時主席將會宣布另一方順月嘅發言時間，仲邀請各隊伍繼續發言。如果對賽雙方對今日比賽規則冇疑問嘅話，比賽正式開始。
宣布今日嘅辯論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席方主辯薛志航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先了解香港整體經濟同埋香港嘅零售業。零售業同其他行業關係密切，售賣一件貨品先有製造業整件貨品出嚟，或者貿易將貨品購入本地，然後再有物流業將貨品由製造商或者倉庫直接送往鋪頭以供售賣。為咗吸引人購買，仲會涉及廣告行業等等，環環相扣。難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本年度嘅香港零售高峰會指出，零售業一直以嚟都係香港經濟嘅重要支柱。單係零售業就已經佔咗本地生產總值嘅17.5%，仲未計其他所涉及嘅行業。而再定義變題字眼，隨住科技發展，本港企業正逐步引入各種科技，以降低成本同時得加效益。政府資訊科技副總監黃敬文指出，為加快企業數碼轉型嘅步伐，政府會加速香港嘅數字經濟建設。故此，今日辯題中嘅經濟轉型係指企業從人手為主、科技為輔，轉型為由科技為主、人手為輔。值得留意嘅係，本港零售業引入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呢個係辯題嘅前設，雙方都無需論證呢點。而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整體經濟發展更為蓬勃。根據政府統計處，2026年5月，本港零售網上銷售額達34億元，按年升32.3%，首5個月亦合計升31.2%，可見現時嘅趨勢，網店市場明顯不斷放大。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調查，電商龍頭亞馬遜利用大數據合成推薦引擎技術，貢獻高達35%嘅年銷售額，而 AI 同樣可以運用大數據。正因如此，零售業公司能夠套用 AI 技術，靈活運用大數據，充裕推送商品俾消費者。只要零售業嘅經濟活動增加，多零售業引入網店服務，運輸業本來只需負責送貨到門店，而家要送至幾百甚至幾千個用戶住宅，地域分類、跨區送貨等嘅工序複雜。整體業務需求與供應上升，令唔同嘅行業嘅公司都會有工開、有錢賺。可見透過引入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能夠間接促使各行各業同埋整體經濟更加蓬勃。而第二，整體經濟轉型更為方便。當零售業引入 AI 嘅時候，網店門檻自然就會大幅降低咗。文書等重複性嘅工作交俾 AI， 自動推送交俾 AI。勞動力方面，對人工嘅需求自然降低。需求上升嘅同時，如果後勤嘅物流、倉儲業務唔引入科技嘅話，就難以應付呢個轉變。零售業嘅 AI 化就好似火車頭一樣，拉動上游嘅批發、物流轉為科技為主、人手為輔。4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嘅德勤指出，人工智能可以用嚟優化成本、提升效率同顧客體驗。喺亞馬遜嘅物流倉，機械人會自動將放有商品嘅貨架運送到喺員工面前，並利用條碼與感應器自動點算，力速播嘅速度提升數倍。可見喺零售業引入人工智能，可以令整體經濟轉型更加快。其次，香港經濟長期面對住租金高、人工高嘅商務困局。區塊鏈公司 UD 創辦人張濤表示，一名初級嘅客服員工第一年總成本最平都要大約24萬，而 AI 客服工具嘅月費咧係500蚊搞掂，一年6000蚊，平靚正。而 AI 喺零售業嘅角色，正包括智能翻譯工作、大數據分析。正如 Klook 香港區總經理岑鳳琪指出，企業透過 AI 技術擔任客服及翻譯，能夠大幅減省開支。零售業引入 AI 可以慳翻落嚟嘅成本，直接令市場可以投放喺資金嘅科技資金潛力大增，促使整體經濟轉型。所以今日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席北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1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著嚟有請反方主辯蕭樂晴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日有方主編數咗好多嘅例子，話我哋而家科技為主，人手嚟闊就係取代。然而 OpenAI 嘅執行長都話要取代勞動力，唔單純係要做到一個員工部分嘅工作，更加係要負責核心嘅決策，淘汰咗人類嘅本質，導致崗位減少甚至係消失。根據政府統計處嘅數據，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佔咗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近20%，其中而家有63000家嘅零售機構喺香港開展業務，而當中有4萬家都係中小企。然而，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指出，目前香港零售業係面對緊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包括消費外流、成本高企等，因此要衡量變題，就要視乎引入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呢件事能唔能夠解決目前零售業嘅困境。我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第一，失業人口上升，影響長期經濟發展。就睇返整體嘅經濟學轉型。發展同轉型唔能夠淨係衡量公司係咪賺多咗錢，更加要睇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背後所引致嘅經濟問題。要對比返金融同埋等嘅專業範疇，零售業其實較少要求員工要有專業嘅資格或者高學歷。根據政府人力資源數據顯示，香港零售行業63%嘅從業人員都係高中或者以下嘅學歷，而佔咗香港總勞動人口整整27萬人。然而，隨住 AI 等創新科技嘅發展，國際貨幣基金及港大經管學院嘅研究都指出 ，AI 影響咗香港60%嘅就業情況，每年直接減少緊28000個嘅就業崗位，繼而其實引發咗兩大嘅經濟問題。其一，消費力嚴重萎縮。鑑於失業人口冇基本嘅薪資，佢哋難以維持基本嘅開支之餘，更加會減少購買非必要嘅零售產品。難怪隻股前經濟顧問歐石涵都指出，失業人口嘅上升係會導致消費水平嘅下降。而第二就係會加重咗公共財政嘅負擔，減少政府稅收。政府又需要推出更多嘅現金援助去幫助失業人士，間接增加咗政府嘅開支。宏觀而言，引入 AI 技術所導致嘅失業問題，會令到整體經濟陷入咗惡性循環，最終得不償失。第二，無法對症下藥。現時本港零售業面對嘅問題並非效率低，而係港人選擇北上消費。呢點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吳延輝都認同。然而，香港零售業成本結構研究指出，香港嘅鋪租營運成本壓力長期都偏高。香港地小裝貴，再加上人力成本，即使使用 AI 技術取代人力，都難以將香港變成低價嘅市場。眼見打價格自然唔可行，Mastercard 經濟研究所提出零售業要轉型為體驗導向，提升品牌價值。但係 MDRI 同香港客戶中心協會公佈嘅研究發現，比起 AI 客服，超過80%嘅港人偏好真人處理糾紛，因為真人先可以由人類嘅情感角度出發，給予消費者情緒價值。當 AI 停留喺數據統計同重複性工作嘅時候，難怪47%嘅消費者都認為佢哋冇辦法接觸人工客服嘅時候，會對品牌產生高度嘅挫折，甚至永久失去信任。可見而家其實引入 AI 取代勞動力。多謝各位。正波主編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18秒，適至3秒，請評判喺每張分子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一副律師學呢個藝術為3分鐘，請先示威咗俾無獎嘅主席示意。
在座各位大家好，有幫主一出到嚟就話嗰間公司嘅主席就指出人工智能應該係作為核心，咁所以我方主線唔係同你講話而家我哋係科技為主，人手為輔，唔明有方有咩好質疑？然之後有方又話啦，大企業會用一啲嘅 AI 去加強壟斷，中小企會失去生存空間。首先多謝有方我承認啦，原來 AI 係有用嘅，的確係可以幫助業務嘅，但問題係咩啊？AI 唔係大公司獨佔，其實 AI 嘅價格根本唔貴，主編已經同樣嚟講啦，區塊鏈公司 UD 嘅創辦人張圖已經同樣嚟講 ，AI 月費最低可以達到500港幣。有方如果你嫌例子唔夠嘅話，我可能而家俾多啲你。戰國策客讀系統港幣只需要1024蚊，而呢個網信電通只需要港幣737蚊，使乜有方係咪比唔起呢？然之後有方第一個論點出到嚟同大家講，會有一個嘅失業問題會導致消費力下降。但問題想問下有方具體有幾多人失業，消費力會下降幾多？預計對吸引我做嚟一啲咩具體嘅影響呢？此外 ，AI 產業發展蓬勃，會導致咗有網店嘅門檻降低，而網店數量上升就可以填補一啲嘅失業漏洞。例如而家唔同嘅社交媒體都出現咗各種嘅網店，例如臉書等等嘅平台都已經出現咗從網店從社交平台經營嘅網店。此外，我哋係講緊人手為輔，唔係完全淘汰人手。當而家我方主持同你講，佢會導致業務增加嘅時候，咁輔助嘅單位都會增加嘅情況底下，都係會多咗啲嘅就業機會。同埋就算而家我方嘅立場底下增加咗網店業務嘅時候，網店都需要角色嘅崗位，例如網店店長、資料管理員等等。所以想問有方話此消彼長底下，到底係會多有幾百失業人口呢？然之後有方就話啦，而家香港嘅問題係租金貴，人嘅人工好高，咁所以我個主管咪同咗你講，我哋可以加嘅呢個網店業務，網店唔使租金，又可以僱用少啲嘅人手嘅情況底下，咪可以對症下藥，咪達到有方口中想做嘅嘢咯。嚟到一副嘅尾聲，面對而家零售業發展蓬勃，網店發展蓬勃，呢個零售業對於其他業務，例如運輸業、例如倉庫業務嘅需求上升嘅時候，其他產業鏈上面就好似火車卡俾火車頭拉住咁樣。咁面對呢個情況，佢哋有啲咩解決嘅手法呢？兩個手法就係用人或者用 AI。如果用人嘅話，又要俾人工、福利、獎金，又要交強積金，而且佢哋每日淨係可以工作8到10個小時。相比之下 ，AI 可以7日24個小時工作，而且佢哋任勞任怨，佢哋出錯嘅機率又低啲，唔會有各種人手嘅錯誤嘅情況底下，真係可見唔同嘅公司都係會選擇以 AI，咪可以達到變題嘅轉型咯。各位各位。第三一副嘅發言時間為2分足5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著嚟有請化科一副曹子怡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冇掌向主席示意。試咪。三位評判，最咁多位大家好。其實有個模咧，今日就係論證咗辯題嘅後半部分，佢就係同我方論證咗整體上嘅經濟。但係我今日所講嘅 AI 技術，佢運用咗喺啲乜嘢方面咧？在各位原來係一啲嘅物流運輸上嘅行業，但係仲會需要搞翻清楚嘅係零售行業同埋物流行業本身就係兩個唔同嘅概念。有個我今日就係同我方論證咗運輸大部，實際同我方論證咗究竟啲零售業如何幫到成個嘅香港嘅整體經濟去做增長，甚至乎咧有個我今日嘅説詞咧非常之矛盾㗎。佢一方面講到人工智能咧好多利處，又提升好效率啦，又節省到成本，但係一方面俄方佢話唔係嘅，咁其實 AI 淨係做一個輔助嘅角色啫。但問題就係在於，如果有個同學你講到咁有成效，點解你今日做嘅決定唔係直接全面取代人類，而係淨係取代部分嘅勞動力咧？大家都你自己都知道，如果今日係全面取代咗嘅時候，必然就有我公主必然同你講嘅問題，就係失業率會上升60%，呢啲問題更加嚴重，呢啲問題更加會影響到整體經濟。所以有個先唔夠膽擴大成個範圍去同我方討論。所以嚟到一個位置，我哋咧不妨由2點去審視辯題。第一，我哋先嚟睇可行性。有個今日最大嘅利處咧，就係我方講話。
喺度人工智能做到效率高啦，我哋較穩低咗一啲嘅營運嘅成本。但係不過今日原來睇一個行業嘅發展，淨係睇表面，睇啲唔睇啲。甚至同我科講話，引入一個 AI 技術咧，就係需要6000蚊。佢喺度睇翻美國史丹福大學人工智能指數報告2024嘅數據，都同你講，如果一個企業引入 AI 技術嘅成本咧，係每一年3萬至到160萬美金不等。因為我哋係要研究咗成個嘅模型啦，甚至係整理晒全部嘅大數據，有乜合理嘅 AI 技術先會做得有成效。第一個我科專門同你講咗，原來香港嘅零售行業當中6萬幾間咧，4萬間全部都係中小企業。最後位留意字眼係中小企業，所以我講緊一啲中小企業引入技術，隨時咧高過佢哋去引入啲人類嘅勞動力嘅時候。今日見到數據同你講，一啲零售行業，佢哋係一個中小企咧，平均聘請嘅人數係15人，平均嘅薪資係13000蚊。咁計翻條數，原來我今日一個月我請人類勞動力嘅成本都係得18萬港紙，但係你引入所謂人工智能嘅技術，要成最低用23萬港紙嘅時候，究竟今日呢啲中小企業真係承受得起一筆咁高昂嘅收費，有可能話需要論證。而事實上，有可能今日都承認咗咧，我哋會有啲失業、一啲實體嘅行業會有失業嘅問題。但係有冇最後位今日需要留意係零售行業作為服務業嘅一大分支，其實我哋今日講求嘅採都係一個以人為本嘅概念。咁如果今日 AI 佢可以話取代就取代嘅時候，咁零售行業佢存在嘅必要係啲乜嘢咧？因為我哋係諗住見到我哋一啲人類嘅勞動力變得越嚟越少，今日呢一啲嘅勞動力全部俾人取代都冇所謂咧。多謝各位。任務3分鐘09秒，無超時，無需嘉賓。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二副呂卡爾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自咪，準備好掌紋主席事宜。示威，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咧又幫一副出嚟咧，同你話咩？中小企用唔夠錢用 AI，但咪住先，又幫份數據混淆視聽。今日有幫講份史丹福大學嘅數據同我哋講話咧，係間研究公司要等成最少要等3萬美金去研究數據，要整一個 AI 出嚟。不過咪住先，中小企啲係零售業喎，關你研究數據整一個新嘅 AI 模型咩事咧？有冇唔好再喺度攞啲3萬蚊嘅美金嚟同我哋做論證，即係根本唔係論證緊今日唔係論證緊辯題，有幫呢個例子作廢，跟住再提啦，跟住有幫第一個論點出嚟，我係講話咧失業人口會增加，但係咧之後佢後面又加咗個乜係影響長期。咁首先第一啦，你啲學生你都見到話，未來 AI 會取代某啲行業嘅，咁佢自己都識得去讀另一啲科目啦。佢見到而家例如話你電腦科你開始盛行，因為你用人工智能，你要用到關於電腦科嘅嘢，咁你咪去學電腦科嘅嘢咯。咁例如話我哋話百幾年前啦，當你蒸汽機時代嘅時候，蒸汽機發明嘅時候，例如話佢有啲人力車啊等等嘅工作嘅時候，佢都係俾蒸汽機取代咗。咁唔通咁啲人當然係會唔鋸㗎啦，因為點解？因為啲人因為有啲人係做啲人力車咁嘛，咁我先會話反對嘅聲音啊。正如有幫佢都自己識講話，會取代60%喎。60%當然係一個好恐怖嘅數字，但我哋不得不忘記嘅係，呢個係轉型帶嚟嘅問題，而唔係人工智能帶嚟嘅問題。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要面對轉型呢個問題咧，我哋點樣？我哋咧啲轉型呢個問題的確存在。我承認啊，短期內當然可能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但係長期而言，今日有我同你講長遠啊嘛，我幫咪同你講長遠咯。喺長遠嘅經濟入邊，你就業崗位當然會升咗啦。你 AI 等 AI 同時會顯示好多唔同嘅崗位出嚟㗎嘛。咁我唔係有幫覺得失業人手下降，失業人口多咗嘅時候，長期而言即係人口咪自然會少咗咯。如果唔係，我照有嗰個轉型嘅嗰啲失業率上升嘅話，呢個由蒸汽機時代啊，再由其他唔同嘅轉型啦，話電腦出嚟嘅時候，失業率應該係層層上升，業界應該全部人都冇工開嘅喎，係咪咧？唔係啊嘛，而家大多人有工開，更何況你疫情之後你仲要多咗人可以翻到工嘅時候，呢個失業率嘅呢一個講法咧，有根本唔成立。跟住再睇啦，咁咧有幫淨係喺度咧就係同我哋講話AI 會取代人啊，好驚啊！呢啲但係咧有幫出嚟都同我哋講話咩？有幫其實自己主辯係話一個都冇應，即係冇回答。我認為咧人工智能有用，呢個係事實嘅。咁但係咧有幫係話我哋唔係針對緊，今日辯題係講話 AI 技術取代勞動力。
但係咧，我哋不如講翻成年產業鏈點樣運作啦。例如話，今日咧我係賣衫嘅一個人嘅。咁嗰件衫要由製造業整到出嚟先得噶嘛，得製造業送落去間鋪頭嗰度，再賣翻出去咯。咁同樣，因為你呢個勞動業，你入咗日本人嘅時候，你即係引入咗日本人嘅時候，帶動成個經濟鏈，所以先帶我哋轉型一次變thành頂層多食各位。科二部發言時間為3分鐘13秒，無消息過再講翻息。接着嚟有請法科二部郭曉燁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示麥，今尾和在等主席時。主席、評判、絕對偉大好，嚟到二副其實阿科仲有幾個邏輯唔清楚。第一，到底佢係論證緊公司有錢賺就等於經濟經濟好轉，但我呢度睇嘅係成個社會，所以我忽前場不斷同你講有一啲失業嘅問題，有科就話唔緊要，我哋創造到啲職位，網店可以填補啦。但我主機已經同你講咗，零售業嘅有63%係一啲低學歷嘅人士，講一定係有高中學歷嘅時候，佢哋可能有啲甚至好老人家，佢哋連手機都未識用嘅時候，點樣去經營呢啲網店呢？所以我科一部問你點樣幫呢啲低學歷嘅人轉到，有可能答唔到，所以難怪原來高盛經濟學家 L.C. Pan 都話 AI 所創造嘅就業係冇辦法完全填補佢嘅失業情況，每個月會少咗25000個就業增長，本港失業率會由3.7%升到去4%並持續上升，呢啲就係失業嘅長期經濟後果。所以有科就話唔係嘅，短期失業，而家都冇人失業，係因為而家嘅公司冇大幅咁用 AI 嘛。我哋見到原來 Bain Company 嘅研究指出，香港97%嘅企業實現唔到 AI 技術嘅自主運作，就係因為成本問題。啱啱有科二副話咧，我方嗰3萬蚊係嗰個公司研究，唔好意思，唔係啊，係嗰個係零售公司，你要引入嗰個 AI 技術要最少3萬美元。我想問呢一筆錢係由邊個出咧？而家出唔起冇大規模用 AI 取代零售業嘅勞動力，咁我哋所以咪冇呢個失業咁嚴重嘅問題出現咯。再者啦，有科其實今日第二個底層邏輯就係佢覺得零售業用咗 AI 技術咧，銷售額必然會增加，所以其他行業跟住有個推。但係有科呢個推論完全係基於一個直線嘅邏輯，所以中間論證係邊個推論？麻煩有科講翻清楚。甚至我方見到係 KPMG 調查指出，72%嘅香港人認為 AI 其實唔可以促進佢哋消費，甚至佢哋見到 AI 嘅仲有啲客服或者係員工咁樣咧，佢哋唔會有呢個消費意欲。咁我想問啊，有科同學，你嘅論點何來成立咧？再者係第三個說題或者面對我科前場問你點解 AI 咁好，唔去大規模取代咧？有科同學完全冇回應過，所以我哋今日嚟講下一啲結構性問題，我哋點樣解決？有科都冇回應過。我哋今日見到係內地同樣有 AI 技術，所以香港要同佢鬥低價行唔通，反而會加速呢個價格嘅爭失衡，本地嘅品牌更加難以得位。所以我哋如果要去令到本港零售更加蓬勃發展，我哋就要去打咗一啲品牌價值，例如我哋可以做一啲差異化體驗啦，可以去説好品牌故事，去賣一啲獅子山精神啊、人物情懷等等。所以在座各位，當我哋香港顧客佢越嚟越注重係購物體驗嘅時候 ，AI 技術點樣去為顧客提供情緒價值呢一點咧，有幫從來冇答過。甚至放眼世界，原來75%嘅消費者係希望可以同真人職員互動。甚至美國 Walmart 佢選擇拆除咗啲 AI 技術機器，請翻真人職員，就係因為用咗 AI 技術之後太多嘅投訴。甚至無人商店 Amazon Go 就係因為成本嘅問題，再加上顧客唔中意呢一種被監視嘅感覺，冇人幫襯，最後全線結業。到底有科今日係幫緊呢啲公司另覓出路，定係幫佢哋自掘墳墓咧？多謝各位。失業嘅價位3分鐘08秒，冇消時無需扣分。接落嚟係自由辯論環節，再次提醒對錯雙方正反雙方各有累計3分鐘嘅發言時間，由正方先開始發言。直方第一次發言前請先站立並向主席示意，等待計時鐘聲響起之後再開始發言。喺正方第一次發言過後，任何一方發言完畢之後，另一方辯員需要立即開始發言。計時完亦會立即開始計算發言時間。整個環節期間，辯員發言期間必須站立，並每位辯員不可以連續發言多於2次，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另外，請對台雙方留意，自由辯論環節不設15秒緩衝時間，聽到2下鐘聲時必須立即停止發言。請問5對錯雙方對賽規有冇任何問題？而家自由辯論環節正式開始，首先有請直方第一位辯員站立向主席示意開始嘅發言。是咪 Sir？使乜有科啊？洗衣機出現咗之後，洗衣工人會失業，係咪為咗嗰班洗衣工人要禁止洗衣機呢？
有個同學呢個例子冇得做類比，不如我問翻你咧，頭先同你講咗 Bain Company 嘅數據來講，97%嘅企業冇辦法做到自主運作喎。咁今日如果做唔到自主運作嘅話，你呢啲 AI 嘅成效究竟有幾大咧？咁有科學今日佢話97%冇得自主運作，係咪因為有科代入咗佢將機係取代晒全人類啊嘛？其實有啲人可以亦幫個公司營運噶嘛，冇好似有科講過要自主運作嘅喎。咁你又話請人工咁貴，咁我哋而家係咪仲要請人啊？梗係要啦，請少啲人咪請少啲人。AI 今日我幫主力已經同你論證過平咗幾多。我相信不過講話請少咗人，咁樣我方確立咗失業率問題上升嘅情況必然係會存在。有個呢一點我方先收過。再講我哋第二條問題啦。頭先我方義父同你講咗 Mason 谷呢個例子咧，同你講咗原來係因為講緊呢啲人工智能咧俾唔到一啲嘅顧客佢哋情感上嘅連結，所以今日佢哋最後嘅選擇係拆咗啲 AI 機器，我哋重新請翻人類嘅時候，你點樣解釋呢個例子啊？首先我幫俾班例子嚟 K6咧，佢哋係透過 AI 嘅技術咧，可以取代到300個人啦。而有個同學咧同我哋講情緒價值，咁我想問情緒價值係咪真係嗰陣時洗衣機引入嘅時候，我哋為咗嗰啲人嘅情緒價值，所以而引入洗衣機咧？唔係啊，情緒價值洗衣嘅人點樣俾到情緒價值嘅先？今日我哋講緊可能一啲零售係咩收銀啦、客服或者係一啲銷售等等，呢一啲會有情緒價值提供。所以我哋有方法講嚟講去，咪就得 K6呢個例子咯。其實所有嘅企業用晒 AI 咧，你運營一定會比較好嘅，效率又高啲，係咪先？咁香港人係咪唔使花過啊？唔係啊，你落去麥當勞，你可以撳個點餐機啊嘛，個點餐機佢都會而家都冇話講話，喂個點餐機俾唔到情緒價值喎，所以唔買噶嘛。所以咧我哋錯啊！今日講緊唔同嘅顧客會中意唔同嘅模式，有啲人咧中意真人，有啲人中意人工一個。即係我都承認嘅係，今日講緊好多嘅立場，咪就係講咧人工智能錯都係作為一個輔助嘅模式咯。但係咁到人哋今日作為正當，你係有必要我幫佢證到，你今日要全面取代，否則你嘅敵處冇辦法彰顯。必睇都有全呢兩個字。唔係喎，如果你講到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嘅時候，唔係應該全面取代咩？應該啊。點解？咁而家就算俾你講麥當勞啊，麥當勞除咗除咗個點餐機之外，係咪仲有人工收銀啊？佢話同咗你講咯，科技為主，人工為輔，人工一定要喺度㗎。所以有位同學今日咧，我哋講緊我方都承認必然係做一個輔助嘅角色。不如頭先你答得我今日點解如果啲人會咁在乎一啲嘅情感意見嘅時候，今日講阿 Base 公呢個例子咧，佢直接都係拆咗成個 AI 嘅呢啲機械人哋點樣解釋嘅正面環境一個筆。乜嘢情緒價值啊？我同你講多次，Walmart 佢拆晒啲 AI 機器請單真人，因為 AI 技術太多投訴。如果 AI 咁好，咁點解佢拆？我想問 AI 技術嘅投訴本來一定係情緒價值啊？關事。關咩事？就係當地嘅顧客投訴 AI 一嚟咧，佢令去到好多出錯；二嚟係俾唔到啲情緒價值，因為佢嗰間Walmart咧本身就係會銷售一啲咁樣嘅情懷嘅時候，所以想問下佢哋原來選擇拆除嘅時候，咁麻煩有方解釋下點解喺呢個情況下 AI 會更加好？幾多成嘅顧客投訴，幾多個投訴，同埋有冇你答翻我先？係咪為咗情緒價值，我哋禁止咗洗衣機，請翻啲洗衣工翻嚟先？首先，今日講緊零售業係服務業，一定係以顧客為本。其次，如果投訴量唔多嘅話，點解咁多收高會炒晒全部 AI 啊？所以疑犯人工智能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咁不過我都揾本先至分享。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唔係錯誤嘅決定啊！我哋今日我哥未競權，咁咪要相輔相成一齊去做。今日顧客中意咩種模式，我哋咪提高商業模式呢個。不過我哥最在乎嘅問題就係講緊你今日取代咗，要攞呢啲人工智能取代咗人類勞動力嘅時候，失業問題必然係會存在咯。有冇我哋承唔承認先？唔係啊，所以我哋而家咪又有人工智能，又有人工，只不過係科技為主，人工為輔咯。所以最後問多一次有關啦，等下我講係咪要為咗情緒價值而禁咗洗衣機佢？唔關事，洗衣機點樣俾情緒價值你呢一點完全有方冇講過，所以有冇唔好着我油渣樣啦。而家問翻多煩時間基礎，正科上如1分27秒嘅發言時間，請議員站立示意。聽到竹叮之後開始發。唔好意思，主席，我想問係一位辯一位屈多位辯賽規。第一位辯晒完畢之後，可以俾下一位辯員發言，但係計時器會繼續計時，你哋可以自由決定邊位辯員邊個時候開始發言，但係要站立先。
做得好，所以有幫同學咧問洗衣機點樣可以俾到情緒價值，但問題係嗰啲洗衣工人可能以前我覺得佢幫我洗衫呢件事係好甜蜜嘅一件事嚟嘅喎，我可能覺得佢親手幫我洗嘅衫係有情緒價值啲嘅喎，咁所以有幫同學你係咪覺得因此我哋就唔應該去引入洗衣機咧？所以有幫同學啦，到最後啦，去到成個自由辯論咧，淨係同我剩翻一個論點就係情緒價值，但係今日我哋應唔應該因為情緒價值嘅緣故而去拖延成個社會嘅發展咧？但係今日有幫同學咧，其實覺得情緒價值大過晒所有嘢，但係今日咧我哋引入人工智能，我方主編俾咗好多數據，你話我哋可以去減少請人，從而降低個成本嘅時候，導致企業同成個香港經濟有更加好嘅發展，咁呢個自然咪係對自然我方問題就咁呢題咯。跟住咧，就何況今日咧有幫喺度成日喺度講話情感價值啊、情緒價值等等嘅嘢。不過問住先，有啲人可能喺後鋪做嘢，由我哋統計即係普通最基本嘅一啲統計數據，呢啲唔使情緒價值嘅噃，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到嘅噃。我想問取代有關有幫所講嘅嗰啲咩要情緒價值咩嘢事咧？今日你前線又有人，後面又有人嘅時候，你等部分你用時你咪可以將人工智能同人工技術去取代一部分嘅人咯，咁咪以一個技術為主，日高為輔咁啊！我唔係今日有幫嘅真人。很多把子彈嘅結束，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有1分鐘時間俾今日嘅嘉賓。準備時間結束，而家有請辦方結辯莊晨曦同學，你哋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至咪準備好咗啦，主席示意。試咪。主席、評判、住各位，大家好，嚟到結辯，我哋不妨從歸辯題字眼，整體經濟理應由3個部分組成。第一，勞工。有關今日冇忘記，我哋自己作為人類嘅一份子，並非只係考慮利益，而係我哋喺未來要喺怎樣嘅環境底下生活。所以當某啲嘢被取代嘅時候，亦都代表某啲嘢要從原本嘅領域消失。所以有方今日全場都直接忽略咗取代嘅定義。究竟原本人類嘅崗位係乜嘢 ？AI 取代咗人類咩嘅崗位？有方香港例子未做到，但外國例子都冇俾到。所以若然幸運嘅話，大家跟上時代腳步，可以好似有方咁樣講，成為 AI 嘅人才，咁你嗰日喺香港揾到生計。但係我唔好忽略有一班人，佢哋係唔好彩，並冇能力做到好似有方咁樣自動升級為一個 AI 嘅工程師。但香港總要俾呢班基層市民要喺時代嘅末端逗留，總要俾一席之地佢哋生存。所以零售本來就係基層勞工嘅收入支柱，勞工被驅逐，收入直接影響支出，消費意欲都會直接減少。所以原本係公陸底層市民消費嘅商鋪都會跟住冧。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難道有方覺得貧富懸殊加劇嘅問題係應該出現喺一個健康嘅經濟體系咩？第二，我哋睇市民，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嘅第3層，人同人嘅連結就係我哋人類嘅歸屬感來源。好多時我哋去幫襯零售業買嘅唔單止係個產品，而係嗰份體驗同埋嗰份情懷。我哋需要嘅係有一句貼心嘅讚美，而唔係聽到俾人輸入咗公式化嘅句子。我哋需要嘅係一句真實嘅建議，而唔係智能演算法嘅無限推送。我哋需要嘅係有針對需求嘅解說，更加唔係直接朗讀出嚟嘅資料庫內容。所以當呢啲都唔再有嘅時候，我哋點解仲要落街買嘢咧？有關今日講到你要發展網店，咁我哋手機撳而一掣都得啦，連實體店都唔需要有咯。呢啲咁需要由員工、由人類用眼神同埋肢體語言建立出嚟嘅人際信任，係無論幾高端嘅 AI 都做唔到嘅事。如果有咁嘅一日，應該人類都已經存在。今日冇咗人類勞工，零售就僅係交易，失去咗凝聚社區、維係人與人嘅社會功能。第三，我哋係商家。香港之所以係購物天堂，靠嘅從來都唔係夠快，而係嗰一份特殊嘅人情味。點解今日要講零售業咧？佢最獨特嘅位就係佢係一個服務性行業，一個最直接展現出我哋城市面貌嘅行業。
好簡單，舉一個例子，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最容易感受到本土風情嘅方法係咩啊？係同本地人進行交流啊嘛。大家都講因為短句嘅噓寒問暖而相識相熟，都唔會因為有語言或者生活習慣嘅差距而產生隔閡，因為大家會互相包容，先令一趟旅行變得有意義。但係有關而家係點啊？要啲 AI 嘅機械人企喺商鋪門口咯。咁請問，當遊客去到邊度都係對住一堆屏幕嘅時候，咁香港同其他城市有咩分別啊？所以零售業唔淨係零售業啊，旅遊業都會殃及池魚。所以香港作為一個高度依賴第三產業嘅經濟體，我哋每個行業都要考慮到。所以有溫講得好啱，你全部講嘅都係網店嘅例子。大家寧願網購嘅時候，實體鋪冇人幫襯，租金跳樓式下跌，咁咪直接衝擊到香港經濟命脈嘅金融同地產市道咯。最後想引用油科表演賽結辯嘅一句：我哋唔應該讓 AI 成為我哋嘅對手，應該讓佢哋成為我哋嘅一對手，但要佢哋淨係我哋一對手。多謝各位。不自競讚時間為4不足17秒，請仍然喺每張燈紙上扣分。最後有請正科結辯謝禮獎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自咪，準備好咗，主席。試咪。三個評判就做個位，由最尾嘅位置咧，我哋主辯開始睇起。嗱，我哋先睇佢哋同你講定義，取代嘅定義咧，佢哋係話要完全取代。但係今日好似我哋揾電話去取代某啲嘅通訊功能，我哋唔再用信啦，我哋都唔係話從此我哋就唔再用紙噶嘛。咁所以今日辯題唔係同我哋講完全取代嘅時候，今日我哋取代一部分嘅員工都已經論證到。好啦，咁跟住今日有講何咧，主要同我哋講失業問題，但問題係失業問題係我就算我方向一萬步，短期裏面會上升，但係長期而言，好似之前唔同嘅改革、唔同嘅轉型，呢啲通通唔係1秒鐘嘅事，而係逐步嚟，逐步嚟嘅時候，自然會有唔同嘅工種會冒起，自然會有唔同嘅機遇。再者，長期而言嘅時候，即係話有好多唔同，而家都係小學或者初中嘅學生都可以睇住趨勢同埋前輩嘅意見，去揀選合適嘅科目同埋前途。所以失業率呢個論點咧唔成立。跟住有方學咧同我哋講話，咁冇咗情緒價值喎。但今日有方同學要理解嘅係情緒價值並唔係話今日我要將你同成個社會隔絕。今日你可能喺間鋪度冇咗啲情緒價值，但係你仲有你啲朋友，你仲有你啲家人，你唔會因為冇間店冇咗個即係變咗人工智能之後，你就會從此人生之中冇咗情緒價值。所以我都唔明啦，好似我哋而家用翻頭先嘅例子，我哋通訊係用電子通訊嘅時候，係咪即係話我哋嘅溝通從而冇咗情緒價值咧？所以呢一方面有方同學顯然唔合理。跟住有方同學咧主電同我哋講話，而家咧零售業嘅問題咧就係地少租貴同埋體驗導向。嗱，我方主電已經同你講咗，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咁達成可以解決有方呢兩個嘅問題咯。跟住有幫學啦，今日唔明今日我哋嘅產業鏈係點樣運作嘅咧？好似在座嗰幾個評判咧，都係做一啲設計嘅工作嘅。但問題係有冇因為設計所以就唔會接觸到零售業咧？係今日零售業啊，我方主電俾個數據你，根據麥肯錫公司嘅調查咧，亞馬遜喺用咗 AI 引擎嘅技術之後咧，就有35%嘅年銷售額嘅上升。咁所以啦，今日我方的確可以同你論證到嘅就係，原來我引入咗 AI 個技術之後，的確可以帶動到成條產業鏈，就變相成條產業鏈，無論你係轉型又好，你係無論你係要引入人工智能呢個技術啦，咁就可以帶動到我哋嘅轉型。而如果你係唔得嘅，咁都照樣地，我哋可以因為產業鏈嘅帶動咧，從令到你哋嘅生意更加嘅蓬勃，所以就帶動到經濟嘅發展。好，咁所以今日啦，去到後邊啦，佢哋就同我哋講，咁我哋冇得同大陸嘅經濟比拼喎。咁即係今日有方學咧都承認咗啦，我哋而家見到我哋嘅祖國啦，我哋嘅祖國咧，佢哋用咗好多人工智能嘅技術，所以我哋先同唔到佢比拼啫嘛。所以今日有方同學義父同我哋講出嚟嘅例子已經幫我分論證咗咧，原來用咗人工智能咧，的確係有佢呢個功用嘅。所以嚟到最後啦，有方同學就話，
希望 AI 可以成為到我哋對手，而唔係我哋嘅對手啦。我都希望我哋在座各位都可以試用呢個功能，因為轉型咧係一個必然嘅一個過程。好似香港咁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轉型㗎。我哋以前只不過係一個小漁村，跟住去一個工業城市，跟住去咗國際大都會。而家咧，我哋喺個國際大都會裏面咧，一個重要嘅支柱零售業引入呢個新技術，邁向新時代嘅時候，我哋正就係要讓呢個成為我哋對手，而唔係我哋對手咯。好似今日辯論嘅宗旨啦，我哋為明日而去辯論啊嘛。咁所以在座各位，究竟要點樣去看待轉型呢一樣嘢咧？明日嘅格局就係由我哋大家嘅價值觀而去定論嘅。多謝各位。極科結業嘅殯儀時間為3分鐘51秒，冇簽字可需教賓。今日嘅辯論環節已經圓滿結束，黨代表大會再次多謝雙方議員精彩表現。而家將時間交翻俾 Grace。唔該晒，我哋咧再以熱烈嘅掌聲感謝喇沙書院同埋調色保祿中學，多謝你嘅好用心嘅力共我好夠平時急嘅聽呢一場賽事，因為咧都有好多嘢學習到啦。我哋作為市場部，好多數據喎，你哋做咗好多功課喎，所以我都寫到手都唔停。咁呢個時候咧，我知道咧評判都要啲時間咧，咁激烈嘅辯論咧，當然都要討論下個評分嘅。咁不如我而家咧都訪問一下我哋在場嘅嘉賓啦，因為今日呢個議題有講 AI 又講經濟。頭先咧我見到好多同學仔都不停咁樣去問AI 發展嘅問題，咁我就想咧就揾一揾我哋 Preface 嘅創辦人同埋行政總裁 Tommy 分享下啦。安嘅啦，其實啱啱兩個 team 咧，其實都即係唔係客套，亦都大家講得好好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咧喺一個辯題裏面咧，尤其是佢嘅辯題嘅文字越多咧，其實我哋可以解題嘅機會會越多。即係中間有好多由零售業同整體經濟啦，轉型同發展咧，即係又或者啱啱技術取代勞動力咧，咁我覺得兩邊咧其實可以再擺多啲時間去講咯。咁如果我要俾我嘅 comment 咧，其實啱啱大家嘅結辯都講得好好，即係其實我哋為明日去辯論啊嘛。其實喺有 AI 嘅年代最取替唔到嘅咧，我哋成日話 AI 取替唔到人，咁取替唔到人嘅咩咧？人嘅溫度亦都，其實我發覺留意咧，亦都可能係唔同人嘅風度。咁所以譬如啱啱我發覺咧，當自由辯論啦，或者喺即係第一、第二負面，大家互相可能大家 present 緊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咧，我會好留意到，當正方 present 或者辯方反方 present 嘅時候咧，大家其實係咪聆聽緊？咁我哋究竟聆聽緊啦，定係我哋純粹為反應而反應啦？咁呢一個咧，其實會係希望會喺大家咧，即係明緊將來喺我哋晉級咗之後咧，我哋可以再做得再好啲嘅地方。唔單止台上，亦都台下，我哋作為我哋觀眾，作為我哋支持者，其實我哋能唔能夠保持到安靜啦？我哋係咪我哋用一個點樣嘅風度去支持我哋自己嘅隊伍咧，都非常重要。Thank you。唔該，Miss Gong 嘅提點。好啦，我見到咧評判都好似差唔多準備好嘅，咁不如我都問下評判嘅意見啦。不如先請 Eva，你又會覺得今日邊一個位咧，你覺得都幾深刻印象，或者好似冇啲 Tommy 咁，有啲咩對我哋嘅同學仔嘅提點啊？我覺得今日呢一個嘅 topic 亦都係我自己學碟入邊啦，好多我嘅客人面對緊呢個困境啦。咁兩邊沙江都有 mention 我哋喺亞灣區嘅一啲好大嘅競爭，呢個係非常之貼題，都係息息相關。所以嗰件大家除咗自己上網睇或者讀 AI 傾偈揾呢一啲嘅論點之餘，其實你哋都真係有感受到現實情況嘅點樣零售業面對咩困難咧。所以呢個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咁而我覺得呢一個辯題咧，對於正方嚟講，尤其是香港地咧，係一個幾好打嘅一邊嚟，因為始終香港都係商界為主，都係好多時候可能係錢行先嘅。咁
咁所以你哋去 make 一個論點，我相信係更加容易有搖位。咁但係有好多嘅一啲例子啦，例如頭先反方不斷講情緒價值呢個 point 嘅時候咧，可能我都會諗到好多點樣 AI 可以幫助去更加好去面對或者 handle 情緒價值。咁呢啲我希望可以聽多少少嘅。咁而反方呢一邊咧，其實你哋都非常之即係捉得好緊每一個整個嘅論點，而雖然喺個自由環節嘅時候咧好激烈啦，但係我覺得結件最尾都有得好個 tie in 所有嘅表，呢個我覺得我都係有着心，而一邊二面都係真係好穩啊打得，咁所以呢個我都俾我靠，今日都學咗好多嘢，多謝大家。好，而家4、1、3，阿啲話係廣告公司創意嘅代表嚟喎。咁喺頭先阿 Tommy 係點到風度啊？你見到我哋兩邊同學嘅演繹，你作為廣告嘅旁人又有啲咩意見呢？首先，again，thank you 咁多位 students 啦，去講咗咁多咁 eye-opening 嘅 insights。我覺得when it comes to presentation，其實最緊要都係2-3個 point，一就係 timing 啦，即係有冇啲咩嘅 points 其實你想 emphasize，我哋唔會太急，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 present 到好 clearly 你想講嗰樣嘢啦。第二就係 confidence 啦，不過好明顯大家都好 confident，我都 feel 到大家都好 understand 不似呢個 topic。跟住第三其實就係嗰一種嘅 relax 嗰種嘅 relaxation， 係嘅，你一定同咁多人去 present 或者去 present 你嗰個嘅 point of view 一定有好多嘅 anxiety 嘅，但我都 feel 到其實大家都好 concise， 都好 confident， 所以唔知點解我一越聽嗰陣時，我自己就飲好多杯水，因為真係覺得就好精彩，所以 thank you again for such a great presentation。而家呢個 good 我哋有 professor 喎，咁 Manto 係教廣告嘅 professor， 咁你又有啲咩睇法咧？對真係同學仔嘅？我係對同學仔，先真係好短時間有好多資訊炸落嚟咧，我而家終於明白學生嗰種感覺啊！如果啲好有腦嘅 insight 或者係交鋒嘅時候，咁我首先我share Tommy 嗰個advice， 即係近呢啲長題目咧有好多方法去拆解佢，究竟攻邊個位咧？其實係原本係即係想講嘅嘢啦。咁 Tommy 講到，咁我覺得可以大家同學仔諗下啦。至於情緒價值，呢排頭先都講咗。我覺得個零售大家知討論個位咧，你要結翻個零售嘅重點係邊個㗎？即係譬如我見到正方嘅，可能講係生產產品、銷售、產品生產、營運上 operation 上要嗰啲資本嘅慳翻幾個可以咁樣接。咁而面方呢度係個講法，即係反方嘅講法，其實係銷售員本身去做呢個。所以我哋先聽嘅時候會覺得大家交通個位有啲唔同嘅。不過咧，我感覺好強烈感覺就係正方少少俾反角印咗佢嗰個陷阱裏邊，自己喺度有少少力跟摔角。咁呢個當然係即係我第一感受到嗰個激戰嘅劇點啦，同埋我唔知咧，而家大家嗰個對方嗰種感覺嘅尊重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咁情緒入面帶都好刺激啊！咁我想講嘅嘢就係都多謝同學對咗一個精彩嘅行。好，咁你會不改變，我旁邊都係有角度咧，去俾一啲同學有一啲好嘅意見。咁緊張嘅時候就喺我手上嘛，大家都留意到工作人員會俾咗我。咁不如咧喺我公佈結果嘅時候，我先請3位勞苦功高嘅評判嚟到我哋台前，我哋做呢一節宣佈結果同埋頒獎儀式嘅，有請。好，我哋先宣佈 Debate for Tomorrow 中學組初賽最佳辯論員，最佳辯論員係反方嘅鄺曉瑩同學，來自男士私立中學。當評級。恭喜晒！
我記得你都係風度同埋論點兼備嘅。我呢度，我好啦，咁將時刻啦，就係我哋咧 Debate for Tomorrow 嘅第二場賽事，究竟邊一隊隊伍咧可以順利晉級啦？有冇呼聲？好，我哋今日勝出嘅隊伍係由我哋嘅評判評審決定嘅，南田聖保祿中學就係勝出嘅隊伍啦。是144分對1253分嘅，咁所以恭喜晒南田聖保祿中學嘅同學。大家如果啲就係what？不如我哋都請評判團我哋請埋另外一隊嘅隊伍，我哋而家張合照啦。交俾一啲知識咯，寫得是。可以看得是吧？好，先往呢度先啊 ，ready two one。仔。好，我哋不如都再影多一張咧，就有請阿 Tommy 啦，同埋係我哋勞苦功高嘅訓練嘅老師啊。我知道佢哋今日都有嚟支持兩隊嘅隊員嘅。Six。Ito ay scan nila siya。先。如果你先介意在場都一齊影。好，我哋小單啱心啲嘅呢一個時刻。我就係真係話 quick two one。我便會嗰個確保嚟咗支持佢哋，我哋一齊。好啦，一齊啦，係啊。我相信都有好多學習喺裏邊嘅今日。好，再嚟一張啊！笑話特別。好，啱啱啲，我冇講。